總需要勇敢生存。我還是重新許願，例如學如果中意咗天使咧，會落地獄承受失戀。明年今日，別要再失眠，床褥都改變。如果有幸會面，或在同伴新婚的盛宴，惶惑地等待你出現。明年今日未見你一年，誰捨得改變？離開你60年，但願能認得出你的子女。臨別亦聽得到你講再見。聽日走啦。瞬間能遇到你，竟花光所有運氣，到這日才發現，曾呼吸過。聽日走好啊，咁早唞啦。中意天使，有愛心嘅人一定要相信。送俾你。